大家好，我係師母組嘅愛欣，我係喺基督教家庭長大嘅信二代，從小認識基督，一直有參加教會嘅崇拜同埋小組。由於當時年紀仲好細，未有真正咁樣去經歷神，所以只係頭腦上嘅相信。直至到小學3年班，我第一次參加教會舉辦嘅敬拜讚美營。喺營會當中，我第一次學識舉手敬拜、開聲祈禱等等。就喺呢一刻，我經歷到神嘅同在。當我願意親近神，神都會去親近我。因為呢一個經歷，我決心全心全意嘅去相信神。從此之後，我唔單止確信神係真實嘅，亦都希望同神連結，更多嘅祈禱，更加積極咁樣參加崇拜同小組，而且去參加兒童侍奉隊，去將自己嘅恩賜獻俾神。到咗中學階段，神藉住學校團契嘅侍奉，改變咗我對事物嘅睇法。記得喺初中嘅時候，我參加咗學校嘅團契，當時團契嘅氣氛非常融洽，同學都好投入喺遊戲同埋聽到，我就以為呢一間學校嘅信仰氣氛好唔錯。但係我後嚟就留意到喺宗教組會嘅時候，啲同學會瞌眼瞓，唔專心咁樣聽到，甚至有同學對於基督教呢一個信仰存在住好多嘅誤解同埋批評。所以嗰陣時我內心非常之焦急，好希望能夠喺同學當中去介紹基督教，同埋去令佢改觀，更容易咁樣去到相信呢一個信仰。咁啱呢一個時候，團契老師突然邀請我成為下一個學年嘅宗教組委員。我相信呢一份係神嘅心意，所以就好開心咁接受，期待侍奉嘅來臨。當我正式侍奉之後，就發現理想同現實係有距離嘅。喺籌劃團契活動嘅過程，我同其他團契職員都諗到好多好新穎嘅活動，同埋都諗到點樣去將福音信息結合流行音樂同埋電影，希望藉住流行嘅元素去吸引同學參加。但係好多同學嚟團契嘅目的並唔係為咗認識基督教，而係為咗娛樂，所以有時喺信息分享嘅時，學生嘅人數係寥寥可數。當下嘅我非常之沮喪，覺得唔能夠將最好嘅獻俾神，所以靈性好低沉。後嚟我參加咗一個中學生復興營，呢個係一個令我靈命去復興嘅一個契機。喺營會當中，我明白到自己嘅眼光以及一直以嚟侍奉嘅心態都係錯誤嘅。我唔應該只係在乎於成效同埋活動嘅人數。耶穌基督喺我哋做人嘅時候就為咗我哋死，而唔係因為有人信靠佢，所以佢先為人死。所以我哋唔應該將眼光放喺成效，而係放喺耶穌基督捨己嘅愛當中。咁樣嘅諗法令我有愛人嘅能力。我從小認識基督教，而且恆常去出席呢個聚會，但冇追求到靈命嘅成長。呢個營會令我重新認識基督教呢個信仰，更加明白心裏相信同靈命成長係唔可以或缺嘅。感謝神調教咗我嘅眼光，重整我嘅信仰，亦鼓勵我要繼續謙卑咁樣嘅侍奉。之後雖然團契人數冇明顯上升，但我睇到團契師生嘅生命都有改變，唔再受人數影響，仍然熱心嘅去喺團契入邊服侍，努力咁樣去追尋信仰。畢業之後，我間中都會返團契度服侍，我體會到團契嘅屬靈氣氛比以前強。回望過去，我要多謝神改變咗我嘅眼光，令我冇放棄侍奉，以至能夠睇到今日團契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。呢啲嘅經歷令我深信主冇延遲佢嘅應許，只要憑住信心並且切切咁樣去禱告，就能夠經歷到神嘅同在同埋祝福。成個中學生活幫助我重拾對信仰嘅熱情同埋對神嘅信心，都影響到我今日要點樣睇侍奉，點樣睇自己。侍奉嘅人唔單止係睇果效，而且係要忠心嘅侍奉。當我忠心服侍嘅時候，神必會蒙納。多謝。記得訂閱親密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